世界不羁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欢迎收听《彩色人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节目的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希月哦。咱今日要进行的这单元是咱的诗歌，咱的故事。咱拢知影诗歌毋那是音乐吼，嘛毋那是歌词，伊定定吼，佮带着一段一段生命的故事哦。有人伫咧软弱之时阵，诗歌带互伊力量；嘛有人哦，伫咧这流目屎的时阵，就唱出对神的这愿望；也嘛有人伫咧祈祷当中唱出这信心哦。今日咱非常有这特别，咱节目邀请到罗真声传道。咱罗传道呢，过去牧养了真济教会哦，伊嘛亲目睭见证过兄弟姊妹生命当中奇妙的改变，甲到新的恩典。所以呢，今仔日伊要透过诗歌来甲咱分享到这个生命故事，而且咱的罗传道伊的歌喉真好吼，咱要请伊用到清唱的这个方式哦，将一首一首的这诗歌来当做见证，带领咱入去迄个信心愿望的生命故事哦。好，来，咱今晚呢，就请罗传道来甲咱听众朋友拍一个招呼的。传道你好。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咱希月所主持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这个节目直接向大家来请安问好。哇，所以咱传道的台语真好。传道你的名是安怎念哈？罗真声传道。真声。振作的振啊，振作的振，真声啦。所以叫罗真声。那是我的户口名啦。我伫教会内底做传道，我想讲做传道要有姓名，所以我就有一个姓名叫真声啦。罗真声传道啦。是对啦，因为咱真耶稣教会咱就是爱讲真正的声音，莫讲虚虚假假，所以也免留我家己拢爱讲真正的声音，所以真声啦。所以这是你做传道了后，我较好诶。是吼，好咱传道即马呢嘛拢退休啊呢吼。我退休足久诶。你退休拢咧创啥？哇，退休云游四海，世界走。我拄仔退休前，我有见证，我退休第一档我2007年退休。对。我去日本5个月。哇！退休就了去隔年去纽西兰3个月，隔年去澳洲搁3个月。哇！你真正安尼云游四海安尼云游四海。云游四海好，咱今日传道真难得来到咱这录音室。咱咧特别呢，咱知影讲传道伊文章嘛写了真好，唱诗嘛唱了真好。伊讲伊家己有一个群组啦伊拢会安尼唱。教伊的这诗歌，参迄个生命故事，然后传互大家安尼，互大家受到造就甲感动啦伊写的这文章嘛，当时伫咱圣灵月刊内底有刊出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啦所以咱伫文章当中拢有当看到。传道伊本身家己的生命见证，不过呢，伊今仔日来到咱的录音室，来进入到咱的诗歌、咱的故事这个单元，伊是要带来真侪亲目睭过伊家己亲身经历的这个见证。所以传道，你第一首要甲咱介绍什么诗歌？我要来第一首介绍就是咱赞美诗的133首，耶稣无改变，伊互我有一个足深的印象。就是我迄阵读新人院，未毕业，走去咱台北的大同教会，就是伫重庆北路遐。迄阵教会嘛起好，未现动。我算新人院派去实习。未做传道的啦。迄阵等于新学生，未做传道。去教会实习差不多1-2个月。迄阵去教会的时阵迄阵的注目的传道就是校音员长老。伊伫遐注目，我对伊实习，
啊，伊凊彩就是带我讲去看一个老姊妹。啊，这个老姊妹，阮拢叫阿来阿姨，伊阵差不多60外岁。啊，但是就是若咱即马来讲，就咱像忧郁症。暗时困袂去，艰苦。困袂去，艰苦可怜。所以团队就带我安尼去甲探访。我就所以对有一个特别的印象，讲咱有一个老姊妹暗时困袂去，忧郁，咱像忧郁症啊。了后。我就差不多1-2个月，我就离开台东嘛。就转去新人院，了就全台湾四界去，阮做团队就拢四界去啊。经过10几冬，我差不多讲的是差不多民国67年的代志。了安尼经过12冬，民国81年，民国81年安尼14冬啦。14冬。我负担咱家己的这个。嘉义甲西门2间教会，有一个暗时有一个老姊妹来见证。这个老姊妹就是这个阿来阿姨。这个阿来阿姨来见证，就是见证伊较早，伊安尼困袂去，尾好去的这个见证。伊就是你讲迄阵咱暗时拢困袂去。有一遍咱去教会聚会，咱教会差不多拢有1礼拜有一遍去唱诗祈祷会啦，拢会唱诗啦。伊一个去参加祈祷会了，讲这诗歌真好，伊就开始注意啦。注意了后，伊毋是干伫教会唱诗，伊佫会转去唱，就足爱唱诗，伊就唱诗，唱到尾迄个忧郁症怎好去啦，迄个困眠怎好去啦，安尼啦。所以即马尾足爱唱诗的，伊的孙我有机会拄着伊的2-3个孙捌咧讲，阮阿嬷若闲的时拢嘛咧唱诗安尼。伊即马去阮遐，去嘉义的西门教会去做见证，讲这个代志，讲了后因为伊的见证就是甲诗歌有关系嘛，所以伊就先所唱诗啦。安尼迄阵我会记啦，伊唱2首诗歌。伊唱赞美诗的91首啦，过来就是这个赞美诗133首，耶稣无改变。是因为伊安尼唱，就是算触动我的心嘛。我嘛讲老大人迄阵80外啦，80外岁安尼暗念诗歌唱迄91首，3节，敢若1节尾会晓唱到无简单，3节总唱呢。厉害！过来133首，敢若一首阮2页，嘛足济。伊毋是敢唱1首尔，毋是敢唱1节尔，2节嘛总唱。而且拢背起来，拢暗念的啦。我讲安尼我嘛爱来学。书太多有啦，感谢主，就是安尼我学起来啦。你等者要清唱咱这首《耶稣无改变》，要互咱听众朋友听。内底歌词你上介意倒一段？歌词迄赞美诗133首《耶稣无改变》伊的第一节就是讲神疼咱世间人啦，所以道成肉身来世间就是耶稣啦。咱一般讲啥物上大？天公上大。天公是啥人？阮若古早阮还未信耶稣以前啦，我细汉是10岁才来信耶稣。阮爸爸捌安尼讲啦，未信耶稣以前，阮爸爸讲，天公就是张仪啦，张仪啦。张仪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迄个秦国秦国足出名一个游说客，咱像做宰相迄个啦，讲做张仪，讲迄阵讲做天公啦。尾后讲。我民国68年出来做团队，了后听伊讲，人即马天公讲改选啦，选做关公啦。最近佫听讲，咱想佫改选包公啦。这是拢听伊讲啦。这就讲天顶的事我用民间的方法，用选举的啦。表示讲真正天公人无了解。是。迄天顶的神遐尼大茫茫了了，伊是先做安怎？毋知啦。对。所以咱一般人嘛讲，就耶香对拜神咱也法度了解。但是咱信耶稣就是讲，先做
耶稣若要讲来讲外国人咱才要甲信，因为耶稣对圣经咱会当体会，就是伊神变成做人来世间，为着要拯救咱世间人，咱先要甲信，因为伊来世间了伊行出神者奇事，有足侪奇妙的事，显明讲伊毋是普通人，伊真正是对神来。对。所以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先转咱较信的落，因为咱就是我共款有足侪体验啦。是。所以毋敢讲，迄赞美诗即耶稣无改变，第一则就是讲神伊听咱世间人。所以伊亲自都将肉身来世间，就是耶稣。所以这开始讲真神爱怜世上罪人，差遣耶稣来，就是神听咱世间，所以差遣耶稣来世间啦。为着要救咱嘛是毋是遐简单呢？爱受惨刑呢？耶稣来世间受惨刑呢？安怎受惨刑？咱一般拢嘛知，基督教拢嘛讲十字架、十字架。对。这十字架就是耶稣往钉伫十字架，你甲想，足艰苦。用钉咧挂伫咧十字架顶，受尽惨刑，死伫十字架顶，就是安尼要来赦免咱世间人的罪啦。因为伊钉伫十字架顶，就是为着要赦免咱世间人的罪。若世间人的罪，大家嘛知。咱古早人讲，鼻孔压落都无好人咧。大家嘛鼻孔压落，所以鼻孔压落就无好人嘛。古早咱讲这孔子而且至诚善思，毋过孔子伊伫世间嘛捌讲咧，伊讲啥？文义不能恕，不善不能改，是我有也。哇！伊这什么意思？文义就听到义好诶，不能恕就是讲袂当签煞去，做袂出来啦。是不善不能改就是无好诶，我知影无好，要改都改袂掉咧。对。不善不能改，是我有也。讲我就是安尼咧烦恼啦。孔子是至诚，人讲至诚善思，伊都即种诶感觉何况咱一般诶人。对。这甲圣经一个保罗伊伫这圣经罗马书伊嘛讲类似这个话呢。伊讲我愿意诶善做袂出来，无愿意诶歹，我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啥人会当救我这个处死诶身体呢？是安尼啦。耶稣来世间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人罪问题，要将咱人对罪恶中间救出来。所以呢，愿意诚心来悔改，主一定会赦免，伫这歌词内底嘛。对。第二则就是讲耶稣来世间啦。这耶稣来世间，伊所表现出来，咱唔敢讲较信的落。伊安怎呢？耶稣来世间救世间人，尤其内底讲到肉体疾病啦，耶稣来世间医病赶鬼，神者奇事足济甚至讲安尼，你若什么症头疑难杂症来找耶稣，病得到医治。对。今仔日伫咱真耶稣教会，足济，诚济就是这种的见证。是。毋是干肉体啊，伊讲身体灵魂拢要救。对。灵魂的病咱即马讲心病啦。所以圣经内底有咧讲神来世间，神的灵降生伫世间了要医好迄个伤心的人。医好伤心的人，咱即马讲咱像忧郁症的啦，伤心，足歹医的。虽然有讲忧郁症有食药但是迄种有啥治标无治本啦，迄种食落对身体嘛无好。对啦。耶稣来世间，身体灵魂伊拢要医啦。个圣经迄个133首的第二段，佫讲啥？你若诚心甲倚靠，伊一定会甲咱看顾。毋免讲哇，这若去这医生遮熬，咱要去看病，结果拄也无钱虽然专门健保嘛是爱佫钱有诶嘛爱自费对。结果讲找耶稣拢免啦。对啦。白白会当来得到这个恩典安尼啦。信心倚靠啦。对啦，信心倚靠。神一定会怜悯，会疼惜咱，安尼啦。所以耶稣无改变。传道你要甲咱听众朋友讲者，就是讲咱有当时
亲情50啦，咱甚至上亲的人吼，有当时也嘛会离开呢，吼，生命有限嘛。对啊。但是咱唯一的耶稣袂离开。对啊，所以这副歌到尾也就是讲吼，耶稣未改变。对。哦，亲情朋友有时会离开，哦，若亲情朋友离开吼，咱做唔甘的啦。哦，翁仔某安尼上好，有当时翁仔某都抑佫会搭来搭去，若离开嘛做唔甘的呢。无讲好搭来搭去，我伊离开我做欢喜的，拢艰苦。若佫较好的嘛是一定佫较艰苦。哦，上到尾也变成做即摆人来讲，现实的问题是啥物呢？怎孤单？对。那咱较早较袂，因为较早囡仔大细一堆，即摆拢剩两个老人尔哦。若到尾也剩一个吼，就有影足孤单，毋知要安怎。但是想着讲耶稣无改变，亲情朋友会离开，耶稣无离开。哦，这就是咱伫教会，咱真侪兄弟姊妹就是体会，先怎要祈祷，祈祷体会耶稣甲咱做伴，互咱有体验。尤其咱真耶稣教会有圣灵，这就祈祷体会圣灵，耶稣甲我做伴，毋是干安尼尔啦。伫教会这兄弟姊妹因为耶稣的爱，所以来教会教会兄弟姊妹嘛会甲咱看顾，互相照顾，对啊。所以伫教会袂无伴啦。是。所以有的安休日来教会聚会拢毋甘转去呢。中昼佫毋甘休困呢，讲难得来到遮，好有安尼朋友通开讲，足好的啊。所以心灵嘛得到安慰啊，有人做伴。好，咱听到都团都甲咱分享到阿赖伊的这个经历嘛甲咱讲到真济歌词内底的意义甲到生命的感动。所以呢，诗歌真正毋是干那一首勇敢尔伫主要所内底灵内底是神会当透过伊的灵力来医治着咱的心灵忧伤所以呢，咱今日嘛真济朋友心灵顶悬无得到真正的平安的人你会当来找耶稣、认拜耶稣咱听众朋友嘛会当伫这忧伤的这个时刻困袂去的这个时阵，嘛会当咱用诗歌来唱诗来祈祷，互神的这个话语成到咱的力量好，来，咱即马呢，就要来听咱罗团刀用伊真好的这个歌喉来清唱这首133首耶稣无改变。真神爱人，世上罪人，差遣耶稣来，受尽惨刑，死在十架，救人免罪责。无论何人诚心悔改，主一定赦免。救主如今差遣使者，全力受恩典。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无母兄姐亲戚朋友，有时要离开，耶稣不离开，耶稣不离开，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屡次医治人病，献出大圣权，身体灵魂各样疾病，主皆医得全。无论何人一心信靠，主一定垂怜。因主慈爱永不改变，全能光无边。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无
中间，亲戚朋友有时要离开，耶稣不离开，耶稣不离开，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感谢主耶稣吼，互咱听到罗传道真美丽这歌后，咱知影讲每一首赞美诗吼，拢有伊生命的意义，啊，还有主耶稣要传达互咱的吼圣经的话语啦吼。好啊，继续呢，咱要阁邀请到传道吼来甲咱分享到咱的诗歌、咱的故事第2首《雨夜后见光明》吼，嘛是咱赞美诗第35首。好来，传道你来介绍一下。这首诗吼，做雨夜后见光明，这形容较歹读。雨夜，雨夜就是落雨的暗暝，落雨暗暝就是感觉真凄凉，暗时暗飕飕，佫落雨迄感觉足凄凉的，凄凉。雨夜后会见光明，毋是敢讲你拢伫雨夜尔，有一个希望会过去，对，有光明会来到。所以这首诗先描写有迄个雨夜悲惨的情形，了后会带来光明灿烂。会讲这首诗就是甲阮爸爸有关的。是安怎讲？因为阮爸爸阮迄阵咱知过年拢嘛会团圆嘛，就兄弟阵讲出外嘛拢会转来，阵阮爸爸就看到这时势过年团圆足欢喜。伊会安尼嘛知影讲今仔日会当安尼，就是因为来信耶稣，这个信仰带来这个家庭的团圆。若团圆毋是讲阮爸爸伫咧呢，阮爸爸虽然即嘛无伫咧阮兄弟嘛共款安尼呢。安尼哦。阮5个兄弟那会遮好啊。5个兄弟拢结婚了嘿。等于5对同婿阮差不多，我退休无偌久10几冬前啦，阮就发起讲难得做伙一冬有一遍。阮就一个家族旅游，阮5个兄弟翁某就做伙要去中国大陆啦，是做台湾各地所在啦，像5、6冬前去日本啦，拢差不多出去3、4日，大家做伙，做伙主要就是讲旅游，借着旅游，大家会当团客，大家会当讲歌话，大家做伙安尼，像今年5月时阵。阮去对呢，阮去绿岛，搁去兰屿，差不多前后3、4日安尼，这已经10几冬啊啦，表示讲阮真正兄弟的感情也袂歹啦，毋是讲兄弟搁同婿嘛拢做伙安尼，这无简单呢。这就是对，这会使讲阮会当安就是对这个信仰，对阮爸爸得到这个信仰传落来啦。所以迄阵过年的时阵阮爸爸会唱这首诗歌，做雨夜后见光明。这首诗主要尾后我咧想讲先从阮爸爸真爱唱这首诗歌甲看迄个诗歌的内容讲迷路的人啦，你当静听，仰望顶面主来的呼声，什么呼声？就是你的救主要施大恩惠啦。所以听伊的福音会当得到安慰。阮爸爸迄阵唱这首诗的感受就是安尼，伊就像迷路的人啦，伫世间安尼茫茫了了。迄阵若要社会来讲，阮爸爸嘛算有才情啦。才情有才情安怎讲？伊是阮迄个所在的里长呢。里长做里长咯。所以迄阵伊虽然做里长，毋过我厝内底无啥啥。哎呀，安怎呢？就是阮一个大兄啦。我拄仔讲5个兄弟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迄上大的啦。所以阮等于6个兄弟啊。为着这个大兄迄阵破病身体拢袂好，迄阵也无专门见报酬，去找医生，去开钱。厝内底也毋是讲足济财产，阮爸爸嘛是一般人做失人，也毋是讲会趁大钱的。结果家庭的生活拢互这个阮大兄的医药费
开了了。安尼哦。哦，过来，佫毋是敢安尼尔，咱讲想讲安尼医生无法就无来求神问卜啦。我所以讲去求神问卜，佫较严重，甚至讲阮阿嬷迄阵咧食菜拢带菜肠，佫去佛堂去到大仙寺迄个白河关仔岭遐有一个大仙寺，嘛去啊。阮阿嬷迄阵先来去，阮一个姨婆伫遐做年糕，食菜。年糕伫遐食菜。讲即个囡仔若要会好爱来遮做和尚啦。阮爸爸伊迄阵本来是无爱啦。囡仔若去做和尚，就等于碰见即个囡仔。毋过尾佫想啦，都6个咧。伊去嘛还佫5个咧。伊若会好袂要紧啦，互伊去做和尚啦。真正嘛有去做和尚啦。哎哟，去，迄阵只好16、17岁尔啦。哎哟，即摆去了后干那迄个要对坐车坐到仙草埔。行路行一点开始爱爬行。迄阵交通也无遮利便，爱行路爬行，爬要几百站的。爬行你若讲少年囡仔16、17岁是作用的，直头我就对即个下骹直接行到顶悬。结果一个少年囡仔惊讲听2、3遍啦，无法哩啦。勉强去你到顶悬，迄身体愈歹，愈歹到尾人迄描述讲，这来遮做，会使讲造成阮的困扰啦。因为破病了后要安怎，爱去互医生看。无破病爬起来足麻烦，即种破病要搁落来，摆要搁起来，足麻烦的啦。到尾描述嘛讲无法度，要做，对啦，带转去啦，要做和尚煞做无成啦。带转去了，真正对阮爸爸妈妈来讲实在嘛是拢走投无路。对啦。走投无路时想到啥呢？阮一个阿姨，才5当前就捌甲阮报道理啊。讲恁若有机会来教会听耶稣的道理。迄阵阮妈妈听到阮阿姨伫讲，说阮妈妈的姐姐嘛，听到喙拢嘛讲好啦好啦，转来就拢袂记你了，甲放过去啊。为什么？毋敢信啦，他敢信耶稣。规个庄头拢知影恁兜做里长啊，一路面知影做里长，一路面佫有亲戚关系。阮迄个所在就是咱讲足出名迄个棒球队较早嘉农，日本时代嘉农卡农是阮拄仔伫嘉农的对面。阮迄个庄头叫做新庄啊，美元里新庄啊。若嘉义姓罗的，甲这拢加减有关系。伫嘉义南边，做乌仔来。遐拢姓罗的，阮新庄遐开始拢姓罗，所以拢有亲戚。有亲戚姓罗过来呢，无人信耶稣。阮爸爸佫做里长。安尼有压力啦。阮阿嬷佫食菜。你甲想，安尼敢信耶稣？毋敢。若你信到这方面，甲臭头伊啊。是啊。尾后就是。阮阿姨5当前就咧报啊，报阮妈妈拢甲喙印好，转来拢甲放袂起，毋敢信。但是一直到尾就是走投无路，有钱嘛开较无钱啊，要做和尚也无法度啊，只好就是神灵敏啦，毋是主动啦，都有一个机会啊，足奇妙。你嘛感觉足奇妙啊。阮一个姑婆，我拢伫阮伫个庄头内底，阮迄个姑婆伊食菜人结果伊知影阮兜的代志，知影阮兜着阮这大兄破病拢袂好。怎有一日讲黄昏的时阵来到阮兜，怎你关心你问讲什么人做阿友啦，身体有较好无？阮妈妈嘛甲因讲，嘛拢差不多安尼啦，拢共款啦。结果阮迄姑婆安怎甲因呢？人听讲耶稣真好毋去找耶稣问一下罗丹转来食安尼啦。罗丹就是讲去烧香香敷啦，去耶稣呀。伊毋知影讲信耶稣毋免烧香，毋免有香敷啦，毋免食罗丹啦。伊单纯咧想法啦，伊是讲去意思就是讲你去找耶稣就对啦。阮妈妈听着阮这姑婆咧讲一句话，现在像啥咧？石头开声。真的。食菜姑婆叫阮讲去找耶稣。阮其实足早，阮大兄同我足爱要听耶稣的道理。
迄即阮姑婆甲妈妈伫遐咧讲话时，阮大兄伫咧房间底有听到啦。阮姑婆一个转去尔吼，阮大兄就一直甲阮爸爸讲，甲阮妈妈讲，去找阿姨啦，阿姨5当前就咧报啊，去找阿姨来带咱去信耶稣啦，就是安尼来啦。感谢主。迄阵已经放阮啊啦，尾后阮妈妈真正甲阮爸爸、甲阮哥哥答应啦，好啦好啦，明仔载啦，即摆暗啊啦，明仔载哩啦，尾后阮妈妈讲阮爸爸听，阮爸爸也体会啦，感觉讲有影行即条路，所以真正过转去阮爸爸就去找阮阿姨啊，阮阿姨好听着讲阮要来听道理信耶稣，足欢喜的，就来啊，就搁招教会人来，来者帮助祈祷，阮哥哥就足欢喜的啦，就那像变一个人。就足爱甲人讲话，无本来拢无爱讲话。即马好来祈祷了，足欢喜。即马阮爸爸若要出门就甲阮爸爸讲，你就爱祈祷甲出门嘿。阮爸爸听阮哥哥安尼讲，伊嘛足欢喜的。到尾阮就真正暗时就去教会啦。去教会一暝2暝，到第3日说，说怎意外啦？若人讲也讲足意外。阮哥哥就转去啊。这人想讲人话就咧讲无信袂死，信者所死。对。但是阮爸爸无共。无安尼想。阮爸爸伊安怎想咧？本来这个囡仔就要做和尚，就等于嘛无伊啊。是。即马无伊，虽然是无伊，毋过我得安慰啦。对。安怎安慰？因为伊要死进前，本来拢无一个预兆迄日拄我第3日，迄个下早起来，阮妈妈说，伊怎阮哥哥甲阮妈妈讲啦，讲伊是要洗面，要刷口，伊将来捌安尼啦，毋捌讲要洗面刷口，尤其较早佫欠水拢嘛水嘛拢足强，伊佫拢伫门床啊，所以嘛无咧讲要洗面刷口。迄个下早讲伊要洗面刷口啦，表示身体嘛拢袂歹啊。阮妈妈就去传，欢喜甲讲，哇，这囡仔佫会晓讲要洗面刷口，怎啊洗面刷口了？阮妈妈甲讲，你要想要食早顿无？伊讲好啦。阮妈妈去用传早顿，怎啊发头转来讲，你来困，因为伊若咧困，拢趴伫被顶。伊怎啊趴伫被顶？阮妈妈叫是伊伫困啦。甲讲，你若咧困，你毋是要起来食早顿吗？传来安尼。一个甲看袂振动啊啦，转去啊啦。是。就是即阵嘛，像圣经讲的，死就像困去啦，真正。虽然是困去，也拜互我。是。过来，伊即马要转去要去的时阵，要去找耶稣啊啦。人伊讲要洗面刷口，以前捌有诶。咱像讲要洗较清气，要来见耶稣。所以阮妈妈就因为安尼嘛得到一个安慰啦，讲这个囡仔要去佫。无甲以前拢无共，甲一般的人嘛无共，嘛足好去的啦。对。过来我想讲安尼伊即马安尼要去，后摆要安怎？过来，阮爸爸就去甲教会讲。嘿。教会人嘛无讲恁这来教会3日尔，到尾嘛教会人拢来关心呢。来关心，本来阮妈妈嘛也会烦恼，会悲伤是。结果看到教会。差不多120个人来，甲阮哥哥送行，甲伊送去墓地安尼。真有爱心呢阮妈妈像伊的心得了安慰，神擦去伊的目屎。无本来这囝安尼离世一定嘛毋甘，结果伊就讲咱教会人讲起来，讲阮阿姨这边较省尔，其他走拢无熟无识。一个囡仔离世，因讲来甲咱送行啦。阮妈妈得到安慰，这个教会爱心互伊得到安慰。亲像神擦去阮妈妈目屎，尾后阮全家就无当继续去教会，就是去教会了后，阮规个生活拢改观。所以阮爸爸甲体会讲，这首诗亲像本来是乌鸦，尾后信耶稣了，规个改变。乌鸦后见光明，就是安尼来。对。而且迄个万般的劳苦愁烦，迄个叹息，嘛是恁爸爸应该的心声啦，心声咧。啦，就是讲走投无路，细路足黑暗的，毋知要安怎。对。伫世间伫行路，这人拢
摇旗悠悠愁，佮万般的劳苦愁烦吐开。迄阵伊就是体会安尼。看到即个囡仔安尼，伊凊彩嘛讲一句话啦，啊买好也袂好啦，啊买倒也袂倒啦，啊就要拖啦，拖超5冬。哇，对国民老超5、6年的时阵就开始啊。所以迄阵我的印象，我有印象的是，阮哥哥拢咧破病，因为我迄阵10岁进前5岁，我有印象，阮哥哥拢咧破病，拢伫门床底。所以阮爸爸就是体会讲，世间人真正是万般的劳苦愁烦吐开，但是这赞美诗甲咱讲啊，敢若靠着主的圣手甲咱扶持，一切忧苦会消失去啦，会无去啦。所以啦，人生的愿望拢是天顶的真神，伊遐有无穷的恩惠，普世万民。所以就爱跟对因主日去三更。到尾啊呢，会当伫光明中来学罗真神啦。所以到尾啊，阮爸爸带阮全家来信耶稣。全家8个人，阮阿嬷虽然食菜，阮阿嬷尾啊嘛来信。哇，阮5个兄弟啊，迄阵阮还细汉，5个，佮阮爸爸妈妈8个人拢来信。信到尾啊阮爸爸要离世进前啊，伊捌讲一句话，讲伊无后悔啦。伊带阮来信主，来教会，无后悔啦。过来这5个无一个变歹啦。若无敢若我做传道我无做传道进前，我还未信耶稣进前，我爱跋筊。你我讲嘛有可能我就变歹啦。阮爸爸讲，这5个囡仔，查甫囡仔，佮拢袂歹，袂变歹，就是拢会当伫教会内底啦。感谢主所以对厝内底人来讲，恁每逢过年啦，听到爸爸唱这首诗，恁即马兄弟5个人嘛，会定定来唱诗来聚会，这就是一种信仰的传承。好，咱即马呢，就来听罗传道因即家上爱听因爸爸这首歌曲《午夜后见光明》。迷路的人，你当静听。仰望顶面主爱呼声，是你救主，是大恩惠，听伊福音必得安慰。犹问也何必风景，转眼之间现光明，心彼一朝，遍地为风相赞，欢乐永远无停。世路暗，世间可怜，万般劳苦愁烦吐开，自来救主，成就扶持一切忧苦就会消失，犹问也何必风景，转眼之间现光明，心喜一朝，遍地为风相赞，欢乐永远无停，人生梦转的真心，无穷恩惠普世万民，今对因主日日相亲，伫光明中学了真心。又问也何必风景，转眼之间现光明，心喜一朝，遍地为风相赞，欢乐永远无停。哇，感谢主诶！哇，真好真好吼！感谢主耶稣安排到这位遮尔高唱诗的传道吼，来到咱节目当中啊。传道，你即马住台北哟？我故乡
厝里伫嘉义，嘉义我伫嘉义，哦台北是查囝遮。是吼，所以即两要为嘉义安尼坐半年的即台湾来到遮录即个音吼，真正迄机会嘛真少啦吼。所以呢，咱听到团队遮尔动人的诗歌吼，咱最后是毋是请团队来甲咱听众朋友讲解，就是讲咱听众朋友哦，其实即马面对到即个世代生活吼，有种种的即个压力，有真侪人嘛是愁眉不展啦吼，所以面对到即款的即个人生啊，你对因有啥物款的建议？亲爱的听众朋友啦，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有这个机会，你会当来接触这个信仰啦吼。咱这真耶稣教会吼，就是讲咱这个信仰会当互咱来看来观察，无强迫咱信啦。但是咱会当来甲参考，拄有这个机会来甲参考，来甲了解，真正到尾啊，你会当去体会，真正这是一个福音啦。福气的消息啦，有真侪见证人，互咱会当去了解。了后咱佫透过这个见证，佫透过这个诗歌，佫透过圣经的道理，互咱知影讲咱可能较早无机会去听到，无机会接触。咱既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开始，咱就要继续。继续了后，除了讲这个福音的节目以外啦，那假使佫有机会当去踏入教会，咱真耶稣教会伫全台湾各地都拢有，咱就会使去甲接触看卖咧，安尼啦。咱当然毋是讲去就要信啦，你就去甲了解，去甲看，若看好了，要了解了，迄阵咱甲讲要是毋是要来信安尼。感谢团队的鼓励，嘛感谢团队今日来到咱的节目当中。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伫咱的诗歌、咱的故事的单元内底，咱真正听甲心内满满的感动。每一首诗歌背后拢有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拢亲像是一拍明亮的灯火，照亮着咱心内的愿望。所以伫团队的分享内底，咱听到真实的生命见证。所以这个故事拢提醒咱，无论环境怎样啊变，神的恩典总是有够用，伊的阻碍甲到能力，将来毋捌离开过咱。所以今仔日呢，非常感谢咱罗金声团队，用到时光甲到见证，带互咱遮尔段生命故事。团队有闲甲过来，好，有机会。感谢大家的收听，咱后一回节目再会咯，愿你平安。今仔日节目要继续进行，希望要邀请到咱亲爱听众朋友，甲咱做伙用到虔诚的心来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全能的天父耶稣基督，阮虔诚来到你的面头前，满心感谢学到你。主啊，这个世界变化真紧。人心会变，环境会变，有时阵连阮家己嘛会惊，但是阮深深来相信，你的爱永远袂改变，你的疼惜，你的恩典，你的应许，将来拢无减少。天父真神啊，人生有时阵亲像行伫落雨的暗暝，乌乌暗暗，看无头前的路，心内烦恼真多。目屎嘛流袂煞，但是阮知影你无离开阮，你伫风雨当中陪阮行。主啊，你是光照亮阮头前的路，阮嘛知影雨若落久总是会停，暗若过天一定会光。求你加添阮的信心，互阮伫困难当中袂放弃，伫等待当中袂失志。因为有主做伴，每一个困难拢会过去。主啊，求你安慰心内忧愁的人，扶持软弱、心灵欠安的人，互每一位听节目的好朋友拢知影，有夜过后一定会见光明。只要安安抓着耶稣，永远就有希望。求主继续带领阮所有的听众朋友，会当勇敢搬营到各所在的真耶稣教会，领受你的真理，甲到救恩。最后，
阮将一切荣耀、懊恼、权柄，拢归到你的性命，直到一直到永远。麻愿你的恩典、慈爱、福气、喜乐、平安，甲到圣灵的感动，常常甲阮听众朋友同在。哈利路亚，阿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时间过了真紧，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订阅阮的节目，留言互阮，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嘛，毋望好朋友会当分享互你身躯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平安。